路上的空气扭曲得像一场梦一样，懒得去算计那些没搞定的繁琐事情，踩着随意的脚步走进巷口那家的冰店里，有几口男孩驱散了所有烦躁，点了一碗阳春笋摆在木头桌子上，看着面面饼慢慢讲完了世界，什么都不用想，这一刻只属于我和这碗甜。夏天来碗红酥酥的芒果冰，一口一口吃着冰冰凉凉，用热量略略搭配着，香草冰淇淋融化在舌尖，像落日再慢慢沉下去。夏天来碗金黄色的芒果冰，清凉的酸甜悄悄占领了空气，午后的时光变得像软糖一样绵密，就这样放过，让心情慢慢地定格在这里。堆起的花芒果咬下去继续爆发，外面车水马龙的这玻璃像演奏默剧一样，手机丢在一旁懒得回复那些讯息，在这个忘词的小世界里，只有舒服的空气。高早长长桌满大街，乱乱浪浪在后日夜无话。大家下午好啊，陈毅下午好，小赖下午好啊，Sam Lim 下午好。管他明天世界会有多么的喧闹，这一刻有你和芒果冰就刚刚好。就是这生活太重太累，让人喘不过气来。那就爱你下餐厅，给自己完美的时间，把步调放慢 ，Let it flow let it go。夏天来碗红橙色的芒果冰，一口一口吃着冰冰凉凉。管他另外在这个故事里被救赎，一口吞下夏天，把所有烦恼都冰封住了。夏天来碗金黄色的芒果冰，又是属于我们在赤子时夜的浪漫回忆。在许多年以后，像纸飞一样贴上雨的印象，一说停步，你的动楼化乐趣。天和阳，天和阳。你把围巾挂在背上，手心还留着微风的温度。我看见你低头笑一笑，整个房间都变温暖了。抽屉里那张旅行机票，还压着我们相聚的地方。我想把今天这乘纸船送到你眼前不远的地方。如果夜色先来敲门，我会陪你看星辰。如果明天是个晴天，我们就去海边。100个愿望为你实现，100次我都不嫌远。大叔下午好啊。我就听见心里那句我愿意。100个愿望为你实现，100次
建国下午好，在承德路士林区。猫猫下午好哦。我现在在那个罗斯福路上面，这边应该5段吧。5段还是4段，随便，不重要。走了走了。今天到稻城烟火一定很多人，而且好像会管制吧。那天你在那天寻找到没有？我那天是找蜘蛛人啊。还有7月25号啦，然后8月5号跟8月15号晚上8点释放。啊，今天是开幕场啊，对，今天是开幕场。25号8点到8点20分。那边的人一定很多，一定很多。对，要么就要到对岸三重那边去，不过三重人也应该会很多。去年是挤得水泄不通，所以去年有去。蔡总晚下午好啊。去年一定很多人，去年就很多人嘛。今年就不晓得，可是我在想，应该人也是很多啦。那可能要到对岸的忠孝码头去，可是人应该也是一样很多。
微醺的景色，像微风吹过爵士的街头，手里拿着瓶美式跟你点点头，随性的摇摆不需要理由，把所有快乐。因为我老婆还在说，哎、要不要去看烟火？可是我是觉得人应该会很多、啊。哎，三姐下午好啊，很难得你礼拜六会出现呢。然后我今天有上一支短片，对，那是我儿子去拍的，他自己去拍的，对，要训练他那个拍摄的能力，所以他自己选择找一间那个好吃的面摊去吃这样，对，他现在要有一个那个清单呢，我现在把它建立一个清单，叫做菜鸟实习生哦，菜鸟实习生，大家都帮我看一下，按个赞好不好？对，拍那个面的那个。这种下午好。打勾呗，不是的，以后有那种有没有菜鸟实习生，就是我儿子去拍的，好不好？他会去找一些他觉得好吃的东西。对，他觉得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拍出来，然后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的。对，因为菜鸟实习生就是我儿子去拍的，好不好？对，他自己说他叫菜鸟实习生啊。对，有看到短片的好不好？帮我按一个爱心，可以吗？帮忙，好不好？不过那家面摊也蛮好吃的啦，真的。那个他们招牌就是樱花虾酱干面，对。然后我跟儿子说，啊，你怎么没有点一些小菜来吃这样？然后我儿子说他钱袋不够，所以他只有点面而已。感谢你中国大叔。
对，他拍只有拍一碗面这样。哎呦呀！不爱汤面，就天气热的关系啦。不过它的干面也蛮好，对，它它的招牌就是干面啊，它的招牌就是干面，所以去的话应该也是都点干面。对，啊天气热啦，点汤面就是觉得热，可能也吃不太下。不过哦，我另外推荐它的卤味，它的卤味真的蛮好吃的，尤其是它的酱，它卤味那个酱。对，它重点是那个酱好吃，然后那个辣椒哦超赞的，对，那个辣椒很赞。去的话尽量对，如果有吃的话，好不好？点小碗的，对，要点小碗的，因为大碗的分量实在太大了。小碗就会让对小碗加个卤味差不多就饱了啦。加油要快！中油宣布下周汽柴油调涨。没有，刚才跑快讯了，有快讯的话就会对跟大家说一下。他可能第二步也会去找吃的这样。但我今天有跟他讲，我说你也要讲个话，对，介绍一下，对，不是只有拍，也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对口味是怎么样的，价格多少钱？然后他说他去吃的时候啊，对店家还问他说：“啊你在拍什么？”那你在拍什么？然后他就跟店家讲说：“没有啦，我要交作业啦。”其实也不错啦，就训练，对，训练呢，也还蛮好的，蛮好的。对，就是要介绍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好吃的是什么，对，推荐一下这样。对，要稍微讲一下。昨天灯都没有关，直接睡死了。到个下午好啊，大家礼拜五好像都睡死哦。对，上述也有一位是睡死。今天天气也是一样，倍棒。但昨天大家有没有觉得说风变大？昨天晚上大概12点过后，风就有一点稍微变大，台北啦，可能跟台风也有一点稍许的关系吧。Maybe I just need a street
现在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外面应该也是热。对，外面也是蛮热的。这群应该都在等热色车。我没说出口，你却先笑了，来不及也不多，让心跳先走一步。你回头的那一下，我就知道有路。每天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每天靠近一点点，让距离慢慢少。你不用立刻回答，我也不催促。你现在烟火好像是，烟火是8点放嘛？对啊，那我觉得应该7点多人就开始多了，那真的很多人。7点。照着你低头的侧脸，你说天气冷，我把围巾递上前。路口的红灯亮得像一句试探，我站在原地等你想眨眼。我不急也不躲，让心跳先走一步。你回头的那一下，我就知道有路。每天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每天靠近一点点，让距离慢慢少。你不用立刻回答，我也不催促。每天靠近一点点，靠近你就好，靠近你就好。如果明天还远，今天先握紧手。如果话还太轻，就让眼神先流。我可以陪你走过这段不确定，直到你把心慢慢放进我手里。每天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每天靠近一点点，让距离慢慢少。你不用立刻回答，我也不催促。每天靠近一点点，靠近你就好，靠近你就好。每天靠近一点点，到你说刚刚好。迟了一会儿。牵着你，你走进我视线，像窗边的风，轻轻翻过树叶。渐渐的，我不再躲避。这边复兴哦，我看复兴仁爱那边收讯就会不是收太好，很奇怪，每次经过复兴仁爱收讯就会差一点。原来眼神会慢慢深白，你不用用力，我就已经在等。一点
前面有一台空的计程车，对，那不晓得他是要右转还是直走，对，那我一定选择跟他走反方向了。对，他如果右转我就直走，他如果直走我就右转。来看一下哦。哎呦呀，他右转哎，对他右转我就直走。渐渐的靠近，靠近你，一颗心都亮了起来。渐渐的靠近，靠近你，连呼吸都变得简单。渐渐的靠近，靠近你，把孤单风会做完。渐渐的靠近，靠近你，我终于不再躲。还慢，我就陪你慢慢来。如果路还长，我就陪你走完。一天一天，不怕等待。一天一天，把爱说开。渐渐的靠近，靠近你，一颗心都亮了起来。渐渐的靠近，靠近你。新计划是探店的咯，没有新计划是刚刚有讲啊，新计划是我儿子拍的，对，菜鸟实习生里面的所有，好不好？今天上了第一部啦，之后他还会陆陆续续去拍，对，他会介绍一些他觉得好吃的店家，啊，先从可能板桥区开始啦，对。这小短片这样子，对，我们不要太长，对，也不要太长，就是从小短片开始这样。先以拍摄影片为主啦，对，先让他去拍一拍啊，然后上面会秀地址，店家的地址，对。因为这几次让他直播有没有直播给他拿，我们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得出来，直播几乎都是他在讲，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啊，所以可能先从那个先拍短片开始这样。一个天空是最好的画布，气球乱了升起，一路飞到云边去。我在下面看着你，心跟着飞得很高兴。气球乱了升起，培养第二专场也不错啊，慢慢来。重点是他也要有兴趣的。对啊，你们觉得有要改进什么方面的？你可以在留言那边，好不好？留言这样，他也可以看得到，他也会看得到。我们憧憬好天气，后照镜里的城市不知不觉缩小成一个点。收音机放着最爱的歌，我们跟着走也觉得甜。挥挥手。你好。
麻烦到光复南路啊，好，那个国父纪念馆的那个站啊，2号出口那里。 2号出口。 2号出口附近，给你详细的地址。308巷，光复南路啊，308巷。光复南路。对，光复南路。好。308巷。好。31号啊，一家日本料理。 31号。对，308巷31号。对。继续挺直肩膀，这默默的坚持都非常有意义。平凡中的闪耀，看我们紧紧结束这轨道，拍拍灰尘依旧在微笑。平凡中的闪耀，让泪水滚滚烫烫地燃烧，双手摸出豪健的骄傲。 火点燃了照亮深夜里的思考，梦抓紧了，就算没人为你鼓掌。
啊，还没到这边光复北。啊，这是光复北。嗯，那会是在右边还是左边？一定是在右边，因为左边就是功夫纪念馆了。哎。
这一条就是308项。这边吗？边吧，对，左边。好，跟你走一下。我的左前方这家哦。我做切。哎，日本料理哦。对，左前方这家。这个45。我知道后面有车。后面。哎，好。哎呦，对，这边出来就是延吉街。茶之魔手，南部的饮料啊。有些地方会收讯。薄荷奶是什么东西？你懂吗？
Oh my god！ 一台车挡住手热的人是怎样？在树上缓慢地挪动，心里还握着刚才的沉重，看着窗外天空，正准备关联。有些事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难解，手机荧幕亮了，游戏变了几次，心里的剧本早已排练了千百个字，身边的杂音渐渐都开始退场，只剩下倒数的声音在耳边回响。1小时之后，雨过天晴；1小时之后，大步向前，听城市的节奏正悄悄地转变。这最后的60分钟，走完就是晴天。过去的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那么长的速度都已经来到出口前面。最后这段路其实不需要有吗？回来了吗？只要放慢呼吸，静静把时间看住。1小时之后，阳光灿烂；1小时之后，破涕为笑，看远方的光线已经转动了双连着。这最后的60分钟，走完就是晴天。1小时之后，1小时之后。时间在走，答案就在前方，可不用停，不用慌。1小时之后，大步向前。大概有一度对找不到讯号，断线，然后又回来了。大步向前。你好，我到了登入台北，新庄红会，新庄红会，对，好啊，我到登入台北，那个是在楼上，对对对对，我不好意思，不会。不用回讯息，不用报备去哪里，我的世界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走在热闹街头，看着情但是到那边大概要哦，30分钟肯定跑不掉啊，对，肯定跑不掉了。爱情不需要拜托别人走开，之前那点多周末，谁又不去猜你的心思？爱情不需要自由最可贵，我们最相信去哪？
没有啊，冷冻吧？没有啊。有啊，有对，因为我今天喜欢看表演，在看。不然我要不明天对不对？我礼拜一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找看然后那个配方就是橄榄球我给他做。咖喱鼠吧，咖喱鼠我觉得这个面不要跟你对，就是那天那个修正版的，不然你这次没来是啊，我是有在细节什么我补在我的日说面里，还是我传给你看？好，我帮我看一下。礼拜一的事。哇，不然就是要问，不然你要直接去问他。帮我问一下。好，拜拜。
像冷冷的安慰，什么都不追，耳机里播着老情歌轮回，一个人的自由刚刚卑微，不回讯息也没有醉，只想轮回。出门的脚步踩着我自己的节奏，旁边的嘴唇怎么动都有关。他们聚在角落，眼神像在打量什么。抱歉，我今天没空配合你们的幽默。茶余饭后的碎念，只是廉价的背景。我的生活哪有时间去听那些自以为是批判，像蚊子在飞，拍一拍灰尘，我连头都不想回。不要再好显眼，所以保持我的态度。我的好心情，谁都别想来破坏，在我耳边啧啧作响的那些声音，全部给我滚开。在意，离我远点，少在那里自以为是地对我说教。在意，离我远点，把音乐键按到最低，快乐是我的。随便你们怎么说，我连眉头都不会皱。世界那么大，精彩的事情那么多，何必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嘴唇上？转过身，闭上眼，保持我最舒服的温度。在意，离我远点，少在那里自以为是地对我说教。在意，离我远点，把音乐键按到最低，快乐是我的。外面在下雨，关我城市，在离我远点。整个台北都在快转颠覆提及着靠右站，红绿灯数字在倒数，每个人都跟时间精算，外送机车踩着油门和生活辛苦地谈判，而我在公车最后一排，随便手表怎么慢，隔着车窗中小动物被按了静音，你看街上的西装走的有多么着急，他们在追逐明天和下一个目的地，我却在研究落叶滑落的秘密。不赶时间的台北，其实有多美，世界按下5倍速，我偏要摇晃的心安，看着斑马线的匆忙，像局外人一样旁观，1分钟拉长成1小时来还。不赶时间的台北，连红灯都让人喜欢，他们在赶路，而我只是和这座城市跳舞合拍的华尔兹，漫无目的却无比心安，钻进人海路的一步慢，把视线阳光像碎金洒在前面，女孩的发间不看手机的时候，车厢里老派的催眠，原来这座城市的轮廓这么甜。不赶时间的台北，踏着风的尾巴，当夕阳染红了小巷，我决定不跟导航
这个呢？好。来，谢谢。哎呦喂，混塞很塞啊！今天感觉车很多，整个市民大道啊过来这样。等我一下。
起心事要走着才会懂。我想出去走走，把心交给路口。我想出去走走，让烦恼别跟我。走到天亮也好，走到雨停也好。我想出去走走，你别拦着我。这边是新庄红会广场旁边。气往上升，一杯冰水下去后冷的清醒。车从身边过，抬起一阵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只想慢一点把自己找回。那红会广场怎么那么多人？算数一回吧，昨天放低吧，明天很远，现在这一刻只剩我和路边。我想出去走走，把心交给路口。我想出去走走，让烦恼别跟我。走到天亮也好，走到雨停也好。我想出去走走，你别拦着我。啊，禁止回转呢、如果你问我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先走再说吧。风吹过来时，我会想起原来离开家门也能靠近自己。我想出去走走，把心交给路口。我想出去走走，让烦恼别跟我。走到天亮也好，走到雨停也好。我想出去走走。对啊，刚才从那边台北市过来要30-40分钟，因为会塞车啊。出去走走，把今天还给我。我想出去走走，然后再回头。这有嘛？这有。在要倒位？唔知唔係咁嘅。哦。
heaviness clears away. Sudden quiet words can't even say. Looking down from the top of the world so high, all my troubles fade into the endless sky. Oh, look at the sea of clouds, rolling like a silver tide, washing the world away, leaving nowhere left to hide. The fears I held so tight, the tears I used to cry, are buried deep below, underneath the giant sky. Here I stand above it all, breathing in the light. The wind blows cold, but it warms my soul. The air is pure, making me feel white blankets stretching out as far as I can see. I finally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be free. Oh, look at the sea of clouds, rolling like a silver tide, washing the world away, leaving nowhere left to hide. The fears I held so tight, the tears I used to cry, are buried deep below, underneath the giant sky. Here I stand above it all, breathing in the light. The sun is rising high, the shadows say goodbye. Fade away on a sea of clouds.闹钟轻轻响了几秒，阳光偷偷爬上窗角，简单吐司热牛奶，厨房像在开演唱会热闹。儿子背着小书包，一边刷牙一边乱跳，我笑着催他快一点，每天都像小小冒险岛。送你到校门口挥挥手，窗也变得好温柔。城市开始忙碌时候，我在早晨才真有享受。终于可以慢慢吃早餐，配一杯香香热咖啡，好老板。打开最爱那部电视剧，下班就是今天的小菜。没有赶时间的慌乱，只有轻松自在的节拍。当妈妈也可以很可爱，幸福其实很简单。窗外天空蓝蓝的，洗衣机转着轻快节奏，手机放着流行歌，倾听心情像买跑
我去钓闽南水咯，闽南长咯。你该的电风扇啊，还有一种水晶，就是我到哪里？哦，等下好。这边迄头前迄，电风扇啊，好。哦。25，275。哎。输了，15。谢谢。啊，你说2吼？谢谢。越跑越远，像在哪里？哎呦呀！平安路。
我知道靠近丹凤了，也靠近树林了。啊，所以你也是只有北新庄比较熟咯。没有，这边一直出去就回到刚刚那条路啦，那个好事多那边的啦，民安路琼林路口那边。来去晚上好咯。道哥，你怎么跟我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1995晚上好啊，但是哦，这个时间点已经很难打电话了。电话难打，真的没办法了。
9有吃折扣，有折扣。我们左前方就是那个新庄的好事多。不管你是加 Costco 还是 Costco， 随便你，好不好？进去的车子也是要排队。没有地址。这个。越是一种奢求，只能短暂和你相守，此生已足够。等你回头来那个吗？河带路吗？啊？河带路是不是？对。对。OK。老板等一下如果到 hotel 那边等我一下而已，因为我开大钱而已，然后等我过来那边，是不是可以吗？你要到那边拿钱，然后你还要去哪里？去那个check in 站那边啊。哪个捷运站？check in 那这里。这边还有捷运站吗？那边？那边再过去就有一个新庄捷运站了。对啊，在那边可以。哦。等我一下而已，我不用找那个汽车来。越行越远，脚步越走越无助，永远是一种奢求，只能短暂和你相守，此生已足够。那
你为什么不叫他拿出来给你就好了？因为我朋友是还没到，然后我在路给我电话，只有开那个开房钱而已，有付钱而已。然后我进不去呢。今天那个而已吗？是不是？对啊，那边而已。等我一下可以吗？那你如果跑掉怎么办？我怕没有政策呢。啊？我怕没有政策来。可以吗？很久吗？没有，给付钱而已啦。哦，你们一个去付钱就好了。对，我一个人呢。哎。他们住哪我吗？越南人，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日本人，不是日本人，肯定不是日本人。但我在这边，对，钱进出不得。呵呵。对，然后右边这边是封起来，进不去，车子进不去，它封起来。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啊，很奇怪哦，怎么会？
去付钱。他不是，对，他刚才跟我说是去付钱，去饭店付钱。听不懂，我是听不是很懂的。没有啦，一个男的在我的车门口外面，对，一男一女嘛，一个男的在我车门口外面，啊，女的下去付钱，有啦，女的在跑步了，对，小跑步过来，这在哪里？在琼泰路。捷运站。对。谢谢欧老板。No。不好意思。前面捷运站啊。不是，因为我朋友等在那边。对。那你还跟我讲是哪一个捷运站？你说10便捷运站就是前面有一个捷运站啊。但是我朋友在那边，我刚刚跟你讲在那边。那等一下啊。没关系。
各自心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不清楚你远走高飞，第三个爱会有太阳往心里藏。不断，谁能把我将遗忘？第三个爱会有太阳，情不更漫长。从此以后，注定逃不过纠缠。谁能让我停止？痴心为错，情愿自己毁。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你相信，在一瞬间，是上辈子我欠你，是天意让我爱上你。才能让你离我而去，也许你回忆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就算是为了和你多相遇，一路上有多一点点缘分，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爱的名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看不清。你相信，这一生有情，是上辈子我欠你要这个捷运站哦，这个吗？这个吗？这边可以哦，是不是？175。不要拿错。没事。就算是为了和你多相遇，一路上有一点点，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他要回到刚刚这个捷运站，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听着不是很懂，随便。哎，小耀晚上好。哦。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什么朋友在等他呀，是不是还是怎样？阿呆。他会讲一点国语，但是总觉得不是很轮转。又回到了上新庄。走新海去板桥哦。为什么要走新海去板桥 ？Why？ 乱猜的。
我不一定要走心态，我可以走大汉的，是不是？懒得去算计那些没搞定的繁琐事情，踩着随意的脚步走进巷口那家的冰店里。有几口让它吹散了所有烦躁。点了一碗阳春笋摆在木头桌子上，看着面面冰慢慢讲完了世界，什么都不用想，这一刻只属于我和这碗甜。夏天来晚后，酸酸的芒果冰，一口一口吃着冰冰凉凉，用如莲来配着香草冰淇淋。在时间像落日在慢慢沉下去。夏天来晚，金黄色的芒果冰，清凉的酸甜悄悄占领了空气。午后的时光变得像软糖一样黏腻，就这样放过，让心情慢慢地定格在这里。我要转。要下去继续爆发。外面车水马龙，隔着玻璃像演着默剧一样。手机丢在一旁，懒得回复那些讯息，在这个黄色的小世界里，只有舒服的空气。人家全点其实也蛮大间的，看起来1、2、3、4、5个店面。不过应该还是台中那间最大间，对，人家都已经讲说，最大间的在台中。管他明天世界会有多么的喧闹，这一刻有你和芒果冰就刚刚好。Just chillin'， Just chillin'。生活它总太累，让人喘不过气来。那就按你下餐厅给自己完美的时间，把步调放慢 ，Let it flow, let it go。先走，因为他要停啊，我要右转啊。对啊，所以我直接绕过他比较快。夏天来晚，金黄色的芒果冰，又是属于我们在制作失意的浪漫回忆。在许多年以后，像纸飞一样贴上雨点，像一首听不腻的动楼发了句。这边新海桥就是往板桥的方向了，然后我们下面就是板滨呢，板桥殡仪馆。之前有在讨论说板滨是不是要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好哟，抹茶拜拜哦。风穿过树梢，像一首委婉的歌谣。这里没有急速的心跳，只有缓缓的步伐。每一天都是刚刚好的晴朗。花开的理所当然，水流的温柔而缓慢。我们在这里互道一声早安，天地把所有的宽容都给了人间。
bug 这样就被你看到了，对不对？因为它掉出来了，对，掉出来。我们被安静的幸福紧紧的包裹着，像天空包容着云朵。有很明显嘛？对，它滚到中间去了。梦醒的时候，窗外是微亮的蓝，没有人需要提前练习说再见。手心的温度刚好和微风一般暖，岁月走。可是我刚才走那个忠孝桥有没有？对，我刚才走忠孝桥到就是上那个忠孝桥上面，我有看那个对岸大稻埕的对岸，就是忠孝码头那边，三重的忠孝码头那边，哇靠，人很多呢。对，那时候大概几点？那时候大概4、5点嘛，对不对？那时候4、5点人就很多在那边等了。我看那密密麻麻那个码头周遭那边密密麻麻都是人，可能都在对岸等那个烟火这样。拢是人啊！不跑台北没有啊，就从台北过来了、啊。我有啊，今天有跑台北啊。怎么可能不跑台北？就是从台北再过来，刚刚再过来哪里？那个红会广场嘛，新庄红会广场。然后红会广场有一个阿嬷在对向跟我挥挥手，然后又再来下新庄嘛，对啊。不过我今天觉得台北市车好多，看那个市民大道上面就知道，哇，转车。今天烟火是第1场啊，还有第2场跟最后1场，总共有3场。拳头的街角，卖糖可露的吆喝，有人算计着天下，有人为财迷着腰。大王者的山，踩着青蛙随意过，这漫长风雨沾不到他。这家牛排店倒了。大众式的棋局条条框框太深奥，权谋预算计不如他，就等人一摇。走功夫小区万华，再说喽。看他步履轻飘荡的轻功，踩过青蛙屋顶，来无影去无踪，留下一阵清风。管你高墙深渊还是黄泉与权谋，他脚尖轻轻一点，万般烦恼全落空。看他步履轻飘飘的轻功，踏碎夜色漫漫，似飞燕掠惊鸿，绝学暗藏其中。别看他漫不经心，外头潇洒。那今天礼拜6了，我们只会播到8点。8点，8点刚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烟火，好不好？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又能困住他？一步踩碎云雾，转眼已在长安外90后。看他步履轻飘飘的轻功，飞过红尘纷
哎，左边这栋就是道格来做的，不是吗？哎，道格，你忘记了吗？我知道79块，对对对，它不一定是，对它有时候会变的，有时候会变，那家有时候会变其他口味。最早的我记得是鸡鸭饭吧，还是什么的，最早它刚开幕不久的时候，做了2户哦。它坪数大吗？这栋？对，刚刚我们有路过一家烧腊店。那之前我跑外送的时候有送过我几次。但他可能一阵子就会换其他口味的特价。不然其实他有时候特价的餐啊，反正就是79块，蛮便宜。都小间的，一层有8户，那应该都算小套房式的。他之前那边都是矮房子啊，都更吧。对，因为之前那边矮房子的时候，其中有一家是热炒店。对，有一家热炒店，小间的。三宝饭店，对 ，Jerry 你说的没错，那家叫三宝饭店，是吧？应该是吧，我印象中记得没错的话。窗户没隔音，你有做隔音吗？很吵，大马路口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一个女生在这附近，然后她说她刚从公车上面下来，我说公车上面下来，然后为什么你还要搭计程车呢？她跟我说，因为她还没到目的地。我说还没到目的地你就下车？她说对，因为她感觉到不舒服。我说怎么样的不舒服？她说她有幽闭恐惧症。我说哈，真的假的？然后她就说她因为之前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觉得那家百货公司突然的电梯断电还是有问题，不晓得。然后她说她被关在电梯里面30分钟，对，30分钟。然后自从那一次之后，她就有所谓的幽闭恐惧症，所以一旦她觉得那个环境很密闭式，或者是就人挤人的公车的话，她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她就必须要下车喘口气。然后所以她一上车就问我说，对，
问我说我的窗户可不可以开？我说可以啊，你要开就开啊，对。我想不到这种居然的也是会让人家心里会有阴影的、啊。对，他跟我说，他自从那次之后心里就有阴影，然后他所以说他公车司机他常坐的那几班公车司机都认识他，对，他一上车，公车司机就跟他讲说：“啊，你今天舒不舒服啊？你今天还可以吧？”对，所以他坐公车有时候坐没几站，他就必须要下车，因为他觉得不舒服。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对，幽闭恐惧症。但是他说，如果公车上没什么人的话，他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旦人慢慢起来，或者是人潮众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没松快。对，也是那种，对，被关在电梯里面过，然后所以不舒服。等我一下。我介意陪你去你迄款的感觉，若是有机会，予你来杀着我，你感觉？爱你的记号，我的胸坎拢刻你的名。过去爱的人想这，所以我满甲车满。不用你的呼吸，大口吐气，在你那边来用力，我来为你重启，当你玩具，就算我配不上你，我想要去迄所在，门关起来，双人的世界。老师来不是目屎，是我对你的爱。就这款的爱，无够格我嘛拢知，想要试看卖，找机会拄你一摆，我也是想要了解，体会看卖，甲上好的人交代。伫阮的心内，要予你不只是爱，有一个所在，一定爱参考看卖，予你袂清楚哪来，找无路转来。我偷偷摸摸排的人去了解你的底细，没想到你也有在锻炼腰力。不瞒你说，我也有按表操课锻炼眼睛，就让我随时随地都会 Reiki。我只想吹 Loki， 在那这里，或者在这里 ，You know。我只想倒贴你，用厚脸皮震动你森林 ，You know。我想要去迄所在，门关起来，双人的世界。老师来不是目屎，是我对你的爱。就这款的爱，无够格我嘛拢知，想要试看卖，找机会拄你一摆，我也是想要了解，体会看卖，甲上好的人交代。伫阮的心内，要予你不只是爱，有一个所在，一定爱参考看卖，予你袂清楚哪来，找无路转来。一心一意
社交恐惧症没有呢。可是你如果说社交，他应该不敢跟陌生人讲话。没有，他在车上一直跟我讲呢。他在车上一直跟我聊天呢，说他这个症状啊怎么样。所以你说他社交恐惧症应该是不敢跟人讲话吧？是不是？蛮奇怪的，然后也一路上一直讲哦，从头讲到他到家哦，到新店哦，呵呵，厉害吧？这台车一直要切过来。人群对，应该是面对人群，应该人很多的时候，他就说刚刚的这一站上车的很多，他就觉得很有压迫感，然后他就急急忙忙跟司机说他要下车。这种人也很麻烦的，对啊。麻烦是说，他如果在外面，他是说他常常坐公车，不管坐去哪里，坐捷运也好，坐公车也好，只要人多哦，一上来他就他受不了，会喘不过气来，对他就会受不了，所以他说他每次出门花最多时间是花在交通上面，对，就需要说可能上下很多次。我就觉得很麻烦呢。然后他说他去看过医生了，医生跟他讲说你这是心理的问题，对，然后叫他还是要自己去克服啦，吃药什么的，对，顶多就是镇定剂，让他上车就睡觉。可是他就说他怕吃了睡着之后就过头了。很麻烦，所以现在其实文明病也是很多啊，对不对？文明病啊，然后对很多食品的问题啦，很多，我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说。T pass， 他可能有 T pass， 这我没有问，嘿嘿，他可能有去办 T pass， 因为需要上下很多次嘛，对不对？他说他今天早上每个礼拜六都要固定去他弟弟开的早餐店，在新庄弟弟开的早餐店帮忙，不然平常他是很少出门。那我说你上班怎么办？他说上班在附近而已，虽然要走一段大概20-30分钟吧。我说你为什么不坐公车？他说他就是怕嘛，对，所以几乎都是用走路的。要求我，厉害。狄世龙晚上好。
我看每天新闻都是报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都每次看新闻都不会让人家有心情好转。但是前几天呐、有一则新闻，我觉得看得还蛮暖心的哦。你们应该有一些人应该有看过，就是一个哥哥带着一个妹妹还是弟弟，我忘记了，对，然后去一家面摊还是就是小吃店啊，什么卖饭卖面的，去吃东西，然后只点了一个2碗饭吧，对，然后一个旁边坐着一个男的，哦，就看他们怎么最后点那么少吃这样，然后还叫小菜给他们吃，然后还帮他们付钱。像这种新闻应该就是要多报一点，对对。所以啊，社会还是有一点温暖的，好不好？都已经不重要了，你不是温和，更不是过客，你是我还在执着的永恒。遗憾的事只能祝福着，谢谢你让我曾经完整，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对啊，就是要多报一些正能量的啦，不然哦，每天都是看新闻，都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都是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看了都烦。所以还是来听听歌好了。不想再活着，这才是活着。对共的我们远远相望着，陌生却也是最了解的。都别再为了彼此心疼，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你就是一道光，有无限可能。不是为了我，也要勇敢，也要幸福，也要快乐。你永远会是我最爱的人。我终于懂得放手，能让想念更自由的折射。我会像一道光在你眼里的，得到我生命不再孤单，不再彷徨，不再忐忑。你永远会住在我的灵魂，不是外人。
现在胖老爹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流行了哦。之前一阵子还蛮流行吃胖老爹的，但我现在每次经过都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人去买。现在看不到，真的看不到了。现在有人买，我都觉得很厉害，很少人去买。以前真的是很多人。胖老爹真心贵，是吗？我不知道哎，以前觉得还好，那现在就不晓得了。但有很好吃吗？我也觉得，也就这样子，哎，也就是这样子而已。还是它有涨价了，所以我就不晓得现在卖多少钱，也太久没有去买过了。好不好吃当然是每个人觉得好不好吃，可是以前刚开的时候，那几年的都蛮多人去买的。极品薯条，这个名字好像不知道在哪里看过。KL 区，快乐鸡，快乐鸡我倒是没有看过它的扛棒，但极品有。鸡翅38，我都买那个4只还是5只100块的呢，鸡翅。我们这边的黄昏市场有卖那种，还有3只100块的，每一家的价格都不太一样。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对，但是我买那个是对，偶尔吃是可以的。早知道
对，因为你也不晓得它鸡是哪里来的，所以偶尔好不好？偶尔吃是可以。首推阿亮，又在讲阿亮，对不对？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今天虽然是假日，可是也是很早就起床。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别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对，冷冻鸡排那个就真的不好，吃应该也会吃得出来啊。我夹。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怎么一直打哈欠？是谁传染给我了？烦死！嗯？嗯？他怎么会跳出来？嗯？等一下，等一下。庭中梨花谢又一年，离情笑，月华洒空间。梦里笙箫奏旧乐，梦醒泪染胭脂面。小重山念一遍又一遍，问更老眼鬓角前，陈词长夜休眠，身作对共一言。多情最是春庭雪，年年落满离人怨。雪涛间，上演若如初见。这一世太漫长，却知不知天涯间，谁人记？那梨花如雪世间。我心非是不可转，我心这是学京剧的，是不是？还是川剧？还是什么剧？张妹妹。庭中梨花谢又一年，离情笑，月华洒空间。梦里笙梅派金衣这是什么东西？梦醒泪染胭脂面，小重山念一遍
梅兰芳的徒孙哦，徒子徒孙是不是？多情最是春庭雪，年年落满离人怨。雪涛间，上烟落入初见。这一世开满城绝知，不知知天涯间，谁人迹？那梨花如雪世间。我心非是不可转，我心非兮不可卷。空灵梦，情字深浅无间。这一世开满城绝知，不知知天涯间，谁人迹？那梨花如雪世间。我心非是不可转，我心非兮不可卷。空灵梦，情字深浅无间。春月晚，梨花谢又一年。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哎，玉珍这首歌应该是广东的比较好听哦，我个人觉得啦，哎，我个人觉得。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一路上演出难的糊涂，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情理无间的路，让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哎，还有3分钟，烟火要开始了哦。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既然没终点，回到原点，我想我们都不在乎。
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让我唱起这首歌，怕之后泪水轻轻。凯道人多还是大道省人多？我觉得应该是凯道人多吧。我觉得啦，我不知道，我猜的。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播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啦。我们下礼拜一再见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恩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大家晚安，准备去吃晚餐喽。不管明天会如何，对，希望大家明天会更好。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对，祝福大家平安最重要。大家晚安哦，大哥晚安哦，妈妈晚安，三姐晚安，肉晚安。谜样冰心晚安，玉珍晚安哦。然后准备又要买晚餐回去，对，回去一起吃，回去跟老婆小孩一起吃饭。大叔晚安哦。下礼拜一再认真工作啊。我打哈欠。若有人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让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大家晚安，大家拜拜，礼拜一再见喽，拜拜。